这个故事是讲，阿嬷因为意外过身，一个性别不被家里认同的囡仔，回去到厝，要安怎面对伊甲因阿爸之间的冲突，要好好上阿嬷最后一程的一个故事。当初我在写这个剧本跟准备要拍之前，找一些采访影片或者是一些电影来参考。比方说，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觉得我是女生，而我不是同性恋？因为这两个差别还蛮大的。跨性别在社会上或者是家庭里面，比多元性别还要更容易被别人歧视，然后受更多委屈。再加上我们有讨论到其中一个很大的一点是，国伦到底要用什么声音去跟大家见面？很多跨性别其实没有一定要用女生声音去跟人家见面，有些人还是用他原本自己男生的声音。阿你有怀疑不？最难的其实就是场面调度。比方有一场戏，二姑回来，然后阿用要开车载灯笼进来，前夫又要进来闹，8个演员一台卡车，然后一个喝醉的，这时间点要算好，走到那边讲到什么话的时候要开始发酒疯，小小的摩托车前面挤了9个演员，好，每个人好像考生一样，那边讲赶快记，我刚刚这个拿莲花，我刚刚这个拿箱子，这也算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经验。我们常常听到大人讲一句话说：“你累了就回家。”可是长大之后，随着阿嬷的去世，或者是长辈的去世，我才真的有点体悟出，家之所以存在，是因为有家人的存在。有了家人，你才有家。